加了龙白有小心点。那边就更好诶，迄间，较定是迄间啊。对，较偏是边个啊？啊，不过因这出边拢讲空。对啊，你这个管理员啦。无要紧无。上啊，迄个你捌无啊？你敢捌？迄个越南啊？迄是捌看，啊有在打招呼，啊有啥物代志我毋知啦，我拢做工课啦。哦，安尼。有，这咱无了解啦。因翁仔某迄个感情，恁安尼看？安尼真好呢。我真好，安尼发生这个发生这个代志。哟，我无了解。哦，安尼。我毋知，我拢有一个囡仔，你知哦？有，迄个妹妹啦有。啊，剩的我就毋知影，我嘛毋知影，我是看人公囝头人，我较知尔，无我嘛毋知。还讲来做地警察就对啊。我就看想讲也无要开会啊头人，我嘛从啊去入去，我也无出来啦。啊，即马天光要来买早点哦，就看伊讲10了，我讲真心要创啊，讲无啦。安尼咱就过去买早点嘛，咱也无人插迄里咧。人讲因有请保姆，啊，阮讲奇怪，按前因太太都无咧上班，人请保姆，那每天就穿得很漂亮。哦，囡仔是请保姆去陪。系啊，请保姆咧骗人去接伊上下课安尼，听讲是安尼啦。我毋捌哩，我都毋捌哩啊。伊含要小啥物事，我毋捌哩。我们分局是在12月19号晚上接获报案，就是在我们辖区嘉芳里茄东角这一边，有疑似一件尸体，那我们就赶快派人过去了解。那发现的时候，他现场的状况。进到现场的情况。现场就发现一具女尸，然后倒卧在床铺旁。那这样的气味啊，状况是怎么样？没有凌乱还是怎么样？还有他身体现场并没有非常的凌乱，那衣着就是一般居家的类似睡衣。是。那你们发现的时候已经沉尸多久？你们初判？初判应该有2天至3天左右。是有气味跑出来？外力的那个吗？气味倒不严重，然后在当时初步看，并没有说有什么外力的介入。衣着整齐吗？衣着算整齐。所以没有被性侵的。没有。那后来怎么会跟那个落水？怎么会锁定说他的？因为我们一直在找寻这位那个死者他先生的下落，那发现就是他车子离开我们辖区，然后往嘉义的方向。那我们往嘉义的方向去寻找，那跟相关的分局联系，那相关的分局就布袋这一边，那他们在18号下午就有渔民发现一具浮尸在沙滩，然后我们再做相关的连结。那刚刚的女性死者，她的那个死因是？初步我们还等法医的鉴定结果。这个浮尸就确定她老公就对了。目前也还没有办法说确认，还有需要做刑事局的亲子鉴定。你们初步了解，就是这对夫妻他们的感情怎么样？平常感情怎样？会争吵吗？目前了解是没有说有争吵的情形。那有一些邻居就是说他们感情也还不错，就会一起同进同出的情形。这死者跟他的先生是结婚多久？那什么时候就是离婚了？他们结婚是这1-2年的事情，是。他们住在那里多久？住在这一边，租屋在这一边有2年左右了。就结婚就住在这里了。是。